我先简单讲一下今天对自己的表现。今天的表现就跟在国内比赛一样，就是平常的感觉去比赛这样。那今天上场的策略主要是什么？策略我没有想太多，因为赛前教练有说他们的攻击能力没有到很好，就是会帮我们比较慢，所以都直球为主。那知道今天自己的球速丢到95迈的时候，自己的感觉是怎样？当下不知道自己丢多快，就是尽我全力去投每一颗球。那其实这也是你打棒球以来第一次的正式的国际赛。那在这个国际赛，你自己有对自己有做什么样的期许吗？或是你有做怎样的准备？就是把教练给的每一个机会跟任务，就是全力去达到教练要的东西，这样。那也是第一次飞离开亚洲来到墨西哥这种国家。对了，来到墨西哥这边有什么特别的印象？这边的天气比台湾热蛮多的，就是在投球的时候是很快就消耗体力的这样。那食物呢，都还习惯吗？食物就是他们的肉类都还不错。那对于墨西哥球场的感觉是怎样？墨西哥球场，他们的红土就是会，因为天气比较热，就是所以红土会比较松一点，就是会比较多灰尘。可是，在比赛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有洒水，就是觉得跟台湾差不多。那跟墨西哥人的相处，觉得墨西哥人，没算了，都会泡泡，都没相处。没什么想。来之前对墨西哥的想法是什么？墨西哥的想法，就是第一个想法应该是也是觉得比较热，然后确实蛮热的。那对来到这边对墨西哥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印象最深刻的每天看到不是台湾人。好，那也是等于说拿到自己在中华队国际赛的首胜了。那对自己的感想是什么？感想就是蛮感谢教练团给我这次机会，然后之后有再叫我上去投，我会把每次的机会把握好。OK。